này有做兩個杯毛奶呢，送個更堅哦。跟住話甩點杯咯，我就從來買佢都隻，即係嗰個水質啦。啊，簽重掉燈啦，我睇嗰啲掉燈啦，可以嘛？9點嘅啫，9點到10點，即係掉燈巴曬質啦，鋪喺度嘅落掉波，而家飲口感，加嗲機未哦？片湯係片湯 baby。學能嘅唔撐。喺度就聽就冇咩，喺度沖嘅鬼。只不咩做半澳就買，沖咗一攰一機器沖嘅做咗蚊片茶。只不經常我頭邊就請咗隻，直包攞冰，直包麻經，這樣就好了。這卡出粒薑龜味，聽下。這做嘅超沖做咗隻細餅，睇先。嚇，可以。直餅澳汁啊，來收佢喎。係。我啊，我緊咩手嘅？我等一隻生杯啊，即係啱直杯嚟啊。來一杯超沖送給了自己的家人哈，一千里迢迢來感謝嘅教會有冇啦？啊，老能有人食教會哈，一等下食教會先可以講好嗱，能啊，經未要飽嗱，然後貴感謝，大家能係少少。我細隻狗啊，我細時咩狗包啊嘛，又裝拉下。嗱，來下你嘅平時嘅學咁啊，就係充滿嚟留應你話經。前日嘅未能就就嚟咗個次嘅教會啊，有嘅你能喺平時冇食教會，一隻咗，然後實時有本忙啦。係啊，直落能可能顯我食咧，直落能可能顯我食教會，但係直落能唔直落能顯我係咪嘅？又能感受按零後係生活質素。歡迎大家能教你嘅爸爸，我就食教會嚇。你先啦，講嘢給我支持下，你就我係從俾佢哋食啊，最實大家。歡迎大家能嚟食教會。